我發現有99%嘅運動員咧 claim 意外保險嘅時候都會忽略以下呢3個中伏位嘅。第3個咧係最為重要嘅，錯過咗咧有機會令你損失6位嘅數字。第一，物理治療咧一定有轉介上先可以做。西醫其實係負責睇病啦、診治啦，而去做一啲轉介係俾其他嘅輔助醫療機構。曾經我睇過新聞啦，有客人係因為頸痛，初頭係以為扭傷或者扭親而去睇物理治療，但係最尾發覺原來係因為心臟問題而導致，所以一定係要需要一啲專業嘅意見去診斷。二咧就係大部分嘅物理治療咧都會設有一個上限嘅，超出咗上限咧就要需要閣下自理啦。閒閒地香港做一次物理治療都800蚊以上啦，如果做咗2次3次嘅話，2000幾3000蚊，少數啊最怕就長計，千祈唔好白白浪費你一份保險啦。最後第3咧，有陣時大家都會誤解咗意外引致嘅受傷呢個字眼。其實大部分嘅公司咧都會只係保障一啲因為意外外來或者肉眼或者突如其來嘅一啲可見到嘅因素而導致嘅身體受傷。假如有陣時我哋做家務抹下玻璃、抹下台而扭親咧，其實保險公司係未必會包㗎。如果你係想知道啲運動員 claim 保險嘅其他伏位咧，記得睇我之後嘅片。我叫 Raymond， 咁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我，仲有 share 埋呢條片俾你嘅隊友，睇佢避開以上嘅伏位啊！